知也，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。其如是诸师乎？子其长，既如在，既神如神在。子曰：吾不欲祭如不祭。王孙贾问曰：与其昧于傲，宁昧于躁，而谓也？子曰：不然，获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子曰：周见于二代，郁乎文哉？吾从周，子入太庙，每事问。或曰：孰谓周人之子知礼乎？入太庙，每事问。子闻之曰：是礼也。子曰：这不主皮，未立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子贡欲去，告朔之细阳。子曰：是也，而爱其阳，我爱其礼。子曰：事君敬礼，人以为谄也。令公问：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孔子对曰：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子曰：关雎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哀公问射于宰我。宰我对曰：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。曰：使民战栗。子闻之曰：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见，既往不咎。子曰：管仲之器小哉？或曰：管仲简乎？曰：管氏有三规，官事不赦，焉得简？然则管仲之礼乎？曰：邦君宿舍门，管事亦宿舍门。邦君为两君之号，有缓殿，管事亦有缓殿。管事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子欲鲁大师乐，曰：乐其可知也。子作细如也，众之；纯如也，矫如也，义如也，以成。宜丰人请献，曰：君子之志于斯也，吾未尝不得见也。众者献之。出曰：二三子，何万于丈乎？天下之无道也久矣。天将以夫子为木铎，子未韶，尽美矣，又尽善也。谓吾：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子曰：居上不宽，为礼不敬，临丧不哀，吾何以观之哉？公宋论语八佾篇第三。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三家者以雍策。子曰：相为毕公，天子穆穆，击取于三家之堂。子曰：仁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仁而不仁，如乐何？临放问礼之本。子曰：大哉问！礼，与其奢也，宁俭；商，与其易也，宁戚。子曰：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无也。季氏于履于泰山。子谓然有曰：汝能就于？对曰：不能。子曰：呜呼！真谓泰山不如临放乎？子曰：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乎？揖让而生，下而应，其真也君子。子夏问曰：巧笑倩兮，
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炫兮，何谓也？子曰：惠氏后述。曰：礼后乎？子曰：起予者商也，始可与言师已矣。子曰：下礼，吾能言之，岂不足争也？殷礼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争也，文献不足故也。足，则吾能争之矣。子曰：帝自既冠而亡者，无不欲观之矣。或问帝之说，子曰：不知也。知其说者，知于天下也。其如是诸师乎？子其长。既如在，既神如神在。子曰：吾不欲既如不既。王孙贾问曰：与其媚于傲，宁媚于躁，何谓也？子曰：不然。或坠于天，无所导也。子曰：周见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，子入太庙，每事问。或曰：如谓周人之子知礼乎？入太庙，每事问。子闻之曰：是礼也。子曰：色不主皮，味力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子贡欲去告朔之细阳。子曰：是也。何爱其阳？我爱其礼。子曰：事君敬礼，人以为谄也。定公问：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孔子对曰：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子曰：关雎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哀公问射于宰我，宰我对曰：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。曰：使人战栗。子闻之曰：臣事不说，遂事不见，既往不咎。子曰：管仲之器小哉！或曰：管仲简乎？曰：管氏有三规，官事不赦，焉得简？然则管仲之礼乎？曰：邦君宿舍门。管氏亦宿舍门。邦君为两军之号，有反殿；管氏亦有反殿。管氏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子欲鲁大师乐，曰：乐其可知也。子作：细如也，重之；纯如也，矫如也，义如也，以成。宜丰人请献，曰：君子之志于斯也，吾未尝不得见也。众者献之，出曰：二三十，何万余丈乎？天下之无道也久矣。天将以夫子为木铎，子未少，尽美矣，又尽善也。谓吾：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子曰：居上不宽，为礼不敬，临丧不哀，吾何以观之哉？数位前贤，麻烦你的麦克风关一下。数位前贤，麻烦你的麦克风关一下，谢谢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归亲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黄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
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年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缩远显化在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浑圆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垠山前对河童。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执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自得西来白羊子，香而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金陵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无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华显神通。择其照其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佛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赐令记下身，说服难言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。10叩1叩再叩3叩4叩叩6叩7叩8叩9叩10叩首。爱详祈福诵经回向文。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杨凯翔，弟子史农周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。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。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业慧菩萨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自所自导，正持昭格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
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佛学今晚就学习到这里，感谢各位点燃师，各位贤贤大德，晚安。好，感谢凯翔讲师为我们导读。好，各位先贤大德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领任晚安。感恩杨坛主慈悲，感恩5000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。好，感谢大家，拜拜。领任晚安，再见了。组长晚安，再见了。感恩感恩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周前贤晚安。组长江组长晚安。前贤晚安晚安。